是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因为啊，我也敢讲袂看唔着，你确实是一个人才。董事长，其实这拢是丽莲讲的啦。伊吼发现着我设计的缺点。哦，是丽莲发觉的。爸，但是你拢知啊，你连那打伤未？伤未啊？安尼好啦，我请恁一人食一块牛排。一人一块牛排哦，你就真够煞，袂使啦，有人会你咸的，我不爱。啊？无要安怎你讲？我，明明，你请坐。我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，后边来家来当公司工的。丽莲啊，你会听？人明仔加捌你偌济代，以后啊，你着加减甲人学，知影？时间无早，恁两个甲我斗阵出来食暗饭，来。爸，啊你讲要请人食饭，家己煞惊紧。明明，阮爸讲要请食饭啦，我到做以后也给咱开钱，无咱做伙来食。我看吼，我先把这条路甲完成啦，你甲董事长记就好。另外啊，这个工程的设计图上无嘛有100外张，啊，若讲我重新搁来修改算起来时间上至少爱半个月的时间。恁人讲为着这个工课安尼急啊安尼伫咧做，早晚你身体拍歹安尼唔好哦。我知啦，多谢董事长。不过我真正袂晓咧。明慧袂晓哦，我嘛袂晓啊啦，我留来斗3工，两个人做哦，工课嘛较早完成。安尼好啦，对啦，明慧啊，我是讲明仔载我订一个报纸，来请一个这个助理工程组来斗3工，你看安尼？好啊好啊，安尼哦，明慧就免真辛苦，逐工来遮加班啊。不过董事长啊，安尼对公司来讲是毋是增加公司的开销？袂啦，爸，袂吼。是袂啦。本来我请你来就是希望会当替公司啊开发一寡市场，再加减一寡工程。若讲画图计算成本的工作，交互你的助理做就好。爸，做助理的工作哦，你交互我来办就好啊。啊？你？特别助理王汉忠向庄大工程处理报道，请多多指教。你是
是你发烧着，你来遮创啥？我哪有发烧？我是吼丽玲大小姐吼，无小中主特别聘请来互你做特别助理呢。啊？李慧，李慧，妈，这嘛你哪还袂困？恁后姐吼，因还无应时啦，恁捌拄仔才转来，我想讲吼，来灶骹泡一杯烧茶，互伊解酒。妈，你哪就一直爱巴结后一甲丽玲呢？不是伫咧注意丽玲爱食啥，你就死计去买互伊食。你敢若会惊伊无欢喜？对后一，你嘛是共款。伊若无转来，你就有敢困。妈，你敢知影？安尼你的身体是袂堪吃。避讳啊，你误会啊无啦。，我绝对无误会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真侪人来咱兜甲你做毋人，不管因安怎讲，你就是毋答应。我知影，你完全是为着我。你知影无？我定定伫咧想，假使我若有一个阿爸，毋知有偌好咧，伊会当带我去学校。假使有人甲欺负我，伊就会替我出水，安尼就无人搁甲甲我踢笑。尤其是拄着风台落雨的时阵，厝内四界地咧流水，你就用棉被甲我绑到暗暗放伫咧桌仔顶，你家己一个人摕面泡、跋汤伫咧醒水。迄个时阵，我多希望我会当甲其他的囡仔同款，有一个照顾我、保护我的阿爸。这20多年，我已经看是咱两母仔囝上有的命的日子。你是安怎食到这个年岁才想要嫁人？你敢真是无查某人就袂过日子是无？李慧，你哪会讲这番话？敢讲你的老母在你心目中真正会安尼下贱是无？妈！你后一个关系，不是两三句话会当解释得清楚。本来妈妈是想讲，我大一段时间，等你开来了解恁后一个做人了后，我才来有两个解释互你听。不过，即摆既然你感觉遮尔受到委屈，妈妈即摆。要带你搬离开这，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你若感觉讲受到委屈，过得袂快乐，就是逐工互妈妈食山珍海味，我嘛无啥物意思。妈，是的啦，我不是条故意要讲遐个话来伤害你，我看得出来，后只是真心在爱你，自从你嫁互伊了。你过得比以前较快乐，身体嘛好真多，做查某囝应该是替你欢喜才对。我实在真该死，我真不好，我要哪用讲迄款的话咧？妈，你原谅我好唔？妈妈太自私，知影家己的快乐，却袂记讲你心内受到委屈。妈妈真对不住你，妈。妈妈都不怕你，你原谅妈妈好不？妈。哎，来，我再来啊！我都邀咱食面啦。好，哎，李贵啊，带朋友来啊！哎啦，请先坐下，我随好啊。好。来，拍摄，哎，你也多菜哈，哎，来。哦，原来是你哦，啊，不过阿拓啊，
你穿个这么泡，害我嫌得袂晕呢。安怎？甲查某朋友约会哦？啥物约会？那我这恤衫哦，是我上班的衫啦。啊，即马我是5时建设公司工程师的特别助理呢。哼，这个主持人当。我咧靠腰，参像你这班，咧做特别助理，啊，我唔多，啊，当处长下班这班有咧。我听做遐伊讲的是真实的哦。啥货啊？啊，你无搞骗，真实的。是啦，即马阿兔甲我拢伫5时建筑公司吼咧上班啦。啊，董事长吼，佫真欣赏伊的工作能力呢。你哦，我靠，好，你开到我主持。安怎？明辉啊，董事长真正咧讲你无骗我呀？当然嘛是真实的。也毋过吼，董事长伊佫有讲吼。明辉啊，你唔着紧讲，你是要甲急死啊？讲啥啦？董事长伊有讲吼，嘿，讲你这啦，自你头一天上班吼，伊就对你这个什么九九吼，看了足无顺眼的。结果吼，你一上班4、5天也无改落来，伊讲你若无吼，把这套落来，伊要甲你抬头啦。董事长真是安尼讲，讲我这九九若无办法，要甲抬头。人这条哦，开1000外块去买，我想讲要甲夹一下够本的，哪知影董事长无介意。阿兔啊，我是甲你讲笑的啦，啊，毋过咱的工作吼，不是爱去工地的，所以咱穿衫的方面尽量穿较轻松、较方便的。你安尼甲九九吼，穿西装伤过正式啦。明辉啊，我知你的意思，等我若吼领薪水的时阵吼，我来买几领较轻便的衫，绝对袂过董事长讲话啦。安尼唔干甲代志。你看，你食吼。今日我请客，看你爱食啥，尽量讲吼。大，你讲的你请哦。对啊，当然嘛我讲。绝对你请的吼。明辉啊，这条无你。哦。大家。阿嫂，你嘛有？哈？我也有哦，我唔是才来上班1礼拜尔。当然嘛有，你上一天的班，头一天的薪水，这是你应该摕啊。多谢。啊，下班了，你要去陪我？我。玲玲啊，我想要请你陪我去百货公司买寡物件。好啊，咱呢我下班了来找你。明辉啊，你真是要甲伊约会哦？小话先讲几句啦，你做代志。哦，好啦。丽玲明辉啊，爱我送你无？董事长，免啦，我要这里。哦。明辉啊，坐一个便车尔，这哪有要紧啊？既然我是恁爸爸公司的员工，我就爱甲其他的员工同款，袂当享受特权，坐董事长的车。行啦，咱来去坐巴士。陪我出来呢，
也若无叫我一个查甫人来百货公司买遮查某囡仔的物件，我足袂惯势。明慧，啊你还袂甲我讲，你买迄片胶皮包啊是要啥物上的？歹势呢，这我袂当甲你讲者。你无要甲我讲，我嘛有法度知影。哦，对了，明慧，楼口前摕板仔去菜纸也袂歹，咱后来较食好无？你讲即马？对啊。我还有代志呢，后回啦，后回我请你好啦。啊，你是要去无？我想要去看阮爸母，建会需要发脾气，我即马阁毋肯甲我讲话。今仔日我领薪水，嘛是应该要买礼物，叫伊家己收礼啊。原来你买这物件是要送恁爸母，让我紧张紧张无？我送你登记好无？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徛伫外口就好，连恁爸母看着我。免啦，我也是先送你转去就好。明慧，我看你啦，你是去你爸母遐，啊，现在来准备你食暗顿，好无？啊，毋过我会真久呢。我不管啦，我等你就是啊，拜拜。丽玲，丽玲啊，我阁嘛有代志呢。阿爸，这是我用我家己薪水买来送你的。啊，莫当计好说啦。哎呦，王啊，你嘛莫安尼，他囡仔买物件吼是先心先意要来孝敬你，啊你搁咧干咩？啊，伊若真是要孝敬我吼，就迄边头路去甲死死的，赶紧甲赶倒来啦。阿爸，你一定唔通结婚，啊，这个日子啊吼，会当离婚又敢离搁紧，你倒起来食薰对你身体较好呢。哎，啊，这是粉钱是买的呢，真正是咧食迄个开口迄个粉味的呢。啊，过年起来就搁食，你规气改改就好啊。哎呦，王啊，你唔甲收起来，啊若真经买甜吼，就甲淡淡调啊。啊讲遐个话无要创啥，啊囡仔买物件吼你，教袂出头，还佫甲你高正咧。明辉啊，你还袂食饭吼？妈妈来传。唔麻烦啦，我想要出去。啊，这个皮包是我买来送你的，你看你有介意无？皮包啊？哎呦，这个皮包哪会遮水啦？明辉啊，你连开袂少钱吼？无偌济啦。哎呦，佮讲无偌济钱，这个皮包吼，一个看就知影讲几落千块啦。王啊，你甲看有水无？恁囝吼，佮愈来愈发代志啊呢。好，迄是咧看人啊计收金啦，你毋通许怪怪去啊。阿爸，我知影讲你对我误会真深，我即摆嘛无想要解释啥物，我干那想要在我的工作上好好啊表现，将来恁就会了解恁的后生是一个无出头的人。明辉啊，妈妈一直拢相信讲吼，你是个真乖真友好的囡仔。哦，你毋通安尼以安尼两句啊话尔，互大户骗甲服服说啦。明辉啊，妈妈甲你讲，恁阿姨吼，因查某囝最近为日本读册倒转啊。哎呦，那这个查某囡仔吼，生做有够水的，啊人吼，佫生做温柔佫体贴呢。来来，妈妈遮有一张相片，你看嘛，你若是介意吼。我即摆无想要讲这个啦，我阁有代志，我要出去。你有啥物代志？是毋是五海四查某鬼啊？去咧等你？你爸母鱼仔你送的物件啦，要走就走。小姐，头家公司是毋是要倒啊？你咧学白讲啥啦？嘿，我无白讲啦，我讲的迄种真实的啦。你看，你规个补家一个灶口咧煮饭，我规个补的，这个工作应该是我阿辉爱做的，你竟然无互我做，你家己咧做。你搁看看，你看，电火啦，拢关一条关到暗暝暝点蜡烛。若毋是头家公司要倒，你哪有可能遮欠咯？阿辉，来，这是钱款吼，你摕去，啊，拜托你出去一下好
小姐，拜托的，你莫赶我走好无？拜托的，小姐，外伙啊吼，唔止了无血无目屎无感情的人啦，总讲头家伊公司也真正倒落去，无薪水通付互我，外伙啊嘛是同款风台你一世人。啊，你是讲煞啊，袂啊花？阮爸爸公司真好，唔免你烦恼。这一千块是要互你去食饭、看电影、踅街，啊，你做啥拢好啦。啊，等一我有朋友来，我买你带只甜卡半手啦。我知，小姐，你是毋是要甲你男朋友？安尼，你赶紧出去啦！是证明。李慧，我叫你让我一面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我甲你已经无啥物通好讲啊，你紧走。我歹走，除非你答应我，互话讲我煞。李慧啊，是毋是你老亲转来嘛？来讲小等下来当食饭啊呢？毋是啦，我拜托你紧走吼！我后一两暝就转来，若是互伊看到你伫遮吼，会发生误会啦。我不管这毋济啦，我就是要全世界的人拢知影，我介意的就是你。李慧啊，到底是啥人来啦？叫伊来坐呢。妈，我找一两暝转来吼。行啦，你出来有啥物代志？你紧讲，我妈还阁等我食饭。你完全拢变啦！你以前绝对袂用这款口气甲我讲话。人大汉，环境改变，心嘛会改变。也毋过我袂，6年前我伫图书馆第一遍看到你的时，我就爱着你啊！一直到即马，我拢无改变。我相信以后嘛永远袂改变。